如果你係醫護人員，但係你嘅收入一世都只可以靠有返工先有錢，咁呢條片你真係要由頭睇到尾啦。你每日返工嘅時間好長，好攰，做到身心透支，但到頭來人工都只係得嗰一份。只要一日你冇返工，無論你幾搏幾專業，收入都即刻變零。呢種咁無力嘅感覺，其實我好清楚，因為我都係醫護人員。你好，我係英，我係一名註冊物理治療師。12年前，我同我先生由馬來西亞嚟到美國，真係乜都由零開始。我哋捱咗5年，生活先至慢慢穩定落嚟。直到2020年疫情，我幫病人做治療嗰陣感染病毒之後，連我先生都俾我傳染埋。我哋2個人喺屋企病咗成6個星期，嗰段時間真係1蚊收入都冇。就喺嗰一刻，我先真正醒覺，原來我哋醫護人員嘅收入全部都建基喺我仲返唔返到工之上。嗰陣時，我就不停咁問自己，究竟有冇一個方法係唔使一定到現場返工，就算留喺屋企都可以有第2份收入嘅呢？後來我揾到一個有系統、有培訓，可以喺放工之後用2至3個鐘去做嘅網絡試驗。佢唔需要我辭職，而係幫我一步一步咁建立一份就算我冇上線，系統都會繼續運作嘅收入。而家我已經唔再淨係靠1份人工生活，而係多咗一條選擇，亦都俾屋企人多咗一份保障。如果你都係醫護人員，唔想一世用返唔返到工嚟決定你嘅收入，你可以撳下面嘅掣，去到我個網站，留低你嘅名同埋 email， 我會喺24小時內將中文、英文嘅資料 send 俾你。你唔需要即刻做任何嘅決定，只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呢一條路係唔係你一直喺度揾緊嘅第2條出路呢？我希望喺上邊見到你，拜。